来看中华鹿港有一个少年人王基凯，有一个台语的 podcast， 用台语来小解文学、音乐、访问各行各业专业的人士，真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哦，嘛入围今年的广播金钟奖。伊讲入围就是对伊真大的肯定，未来伊嘛会继续用鹿港腔的台语讲万事万物，互大家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。拍开录音设备，用线派鹿港腔主持 podcast 节目。伊是阿凯王基凯，用台语咧讲万项台，小解文学、讲音乐，访问各行各业的高人。其中台湾当代出版计划单元是王基凯参3位鹿港好朋友同齐合作的计划，嘛来一位今年广播金钟奖 podcast 艺术文化节目奖。这种语言来讲，这个电台伊本来咧收听的族群就较少，啊，我咧讲的这个主题嘛较冷门，咧讲这台湾文学，咧讲这个鹿港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安尼，豆豆开始有家己的听众，甚至是这边咱入围这个广播金钟奖，我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嘛，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啦。毋捌做过 podcast 嘛，毋捌做过广播，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你家己的声音能去用听到的所在。无熟悉的朋友还是熟悉的朋友，听完会甲我讲因的感想的时阵，我会感觉哇，原来阮咧做的代志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。王基凯为2016年就开始伫网络用台语讲万项事，2021年正式成立 Podcast 频道，请头敢若一个人咧录音。即阵已经有制作团队 ，Podcast 的内容嘛愈做愈丰富，愈行愈知。厝内人拢真支持，嘛真欢喜会当甲鹿港腔的特色推广出去。咱即摆嘛支持囡仔要做啥，咱就甲支持啊！而且佫是甲咱鹿港腔甲伊发扬光大，真欢喜啊！因为是讲伊凊彩舞舞的，佫入围。系啊，所以规家的人拢超欢喜的啦。刷后一步，我希望讲会当带来鹿港腔的台语去到全世界，用台语去甲全世界的人交朋友安尼。因为我感觉讲人啊，足奇怪，咱就是要离开家己的家乡，咱才会感觉讲原本有的物件是遮尔啊珍贵，遮尔啊甲咱无共。王基凯表示，未来希望当去东南亚国家，也是日本，每一个有台湾人社群的国外去访问交流，希望透过声音的力量，互更较侪人熟悉在地腔口，会当了解台湾甲国际当地发生的万事万物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